大家搞早，今日要来甲大家讲熬早就对嘿。其实我毋知影熬早大家通常要创啥，所以想讲招大家来陪我食早顿安尼。大家早顿敢有食？无我先来甲大家小姐问好啊。饲好环境，你上早来的。人即个或者早顿店还未开门就来啊，饲好环境，还有我的好兄弟，感谢安尼讲，伊利环境你来，还有银北环境，还有白云千霄你好环境，莫城你好环境，咱少数阿厝啊嘛来啊，还有咱的他努基亚桑，来考上要啥？互你一份猪饼两饼好，猪饼两饼安尼是安尼是100字100字请迄个看你是要用立开还是要安怎付钱拢会使吼。我着甲迄个猪饼两饼猪饼两饼，我真正无困饱。我甲迄个猪饼两饼寄去恁兜吼寄过敢要会价钱迄是你恁兜的代志。安怎啦？cheese 两饼100块台人对，我就是要台人兼放火安尼。搞早，伊拖着去遮送环境。若无欢喜你着卖买啊，不要紧。欢迎大家来好啊！遮若是有 VTuber 朋友吼，其实有诶拢有我诶迄个 Discord 诶迄个或者啥，或者我 Discord 诶朋友着对，恁着会当直接投资马市，会使直接卡过来吼。若是我熟悉，我就会接。欢迎，好啊！大家敢有食早顿啊？敢会当甲我讲者恁食啥？敢有人买物件来食？我有发现一项代志，就是恁敢有听到粪扫车的声？阮遮附近有粪扫车，拄好要来甲我载吼。夭寿足大声，是咧哭。好，小等者。恁敢有听到？应该有吼。好啦，刘小上要啥来一份头家的笑容，有我一直拢咧笑。好，做菜是无？我先甲麦克禁掉，恁小等者。好，刷去，互恁听，对，这有做公车吼，来送要上车哦，阿辉要上车，他都去啊送嘛要上车是无？银北嘛要上车，毋是白云千霄你太嘛要上车，恁是安啦？大家拢感觉家己是笨蛇是无？来啦，今日这投资马市好做，啥物铁棒的声拢有袂歹哦。我这。要做迄个早顿店是做顶真的，毋是凊彩讲的呢。虽然我平常时讲话可能有一半拢是凊彩讲，也毋过无啦，我真实在啦。莫看安尼，看起来迄个若像咬人骗吼，实际上真正是做用心咧，甲大家骗，好无？伊拢无人要卡互我，好，我想讲今日即个投资马市就是恁会使卡来，恁无一定爱用台湾话，毋过我会用台湾话甲恁开讲啊。恁会使考一下阿辉吼，甲我考我迄个一个数迄台语敢会晓讲，我若袂晓我就送你2支免费的精华来啦，会使来挑战一下，要来争取一下无？头讲较对，无啦，恁到底敢有食早顿？因为我有发现讲，大家通常若像拢无遐早起床，就是。
我有看到有一寡 VTuber 朋友，因诶，或做熬炸台，有可能拢是要中昼的时阵才咧开。我就想讲，大家敢真正是迄个拜六礼拜的时阵，拢咧补眠安尼，拢咧补困安尼。所以可能大家拢想要困较中昼是无？感谢安尼。所以其实我到底想讲，到底爱几点开吼？结果就变做讲有个人就上工9点就起床，多谢口上，真正要点一份猪饼两饼是无？安尼我真正爱做一份寄去恁兜是无？我人家寄过去，你敢食？你若食了歹腹肚，你敢会甲我过？敢会？敢有遮好康？毋是好康，敢有遮刺激哈？我会惊呢，奇怪，我的立界太无声，我应该是有开声呢。太人呢？当然，我看者到底是啥物问题？我有开声呢，我阁有特别录音呢。其实我是有录音的呢。我的立界声，敢真正无声？转去，好，毋是啦，啥物有做你讲的，我若袂晓，我就甲你编，无，太有遮好，食了歹腹肚，真正会甲我过好，安尼我上好是莫惊，对无？这会使自己互我，我甲你叫外送安尼，我甲你叫了，我应该要是有趁安尼，头拄仔啥？头拄仔迄是迄个啊，头拄仔是口送有豆立界啊，豆120要买即个号做猪饼两饼，我甲你听是无声啦，恁敢有听着声？应该无，因为我立界遐我其实有录音，想讲安尼，大家都会知影有人斗立界，毋过结果那像无声，安尼无声好。好，奇怪，我是拢无有人敲来，我拢无接着，欢迎，来了，我太听无你的声，是我臭耳是无？稍等者，我太无听到你的声。银伯敢有讲话？应该有。等我一下。请大家稍等者哦，我重新接一下我的耳筒。敢有声？有啦，敢若我臭耳，哎呀，足清楚诶。欢迎。我哪会一直听到我 echo？ 你听到你 echo？ 奇怪，稍等哦，我是放到倒位去？稍等者。毋是，是我。有呢，我有听到你有小可 echo， 我是袂要紧。我找一个问题。你找一个。我的那个录音界面开着。你顺续想一下，你小等要食啥？来。你要等要食啥？对啊，来点菜啊！欢迎来我早餐店。阿火的早餐店有啥好食的？会使看后壁咱遮较特殊的，就是迄个有迄个摩卡两饼，摩卡两饼是150安尼，咱阁有迄个三文鱼的两饼，偌济我也袂记，我看者，400块，要爱无？三文鱼的两饼400块，你是咧？这有做迄个先做毋去抢，你400块，你是咧抢，甲我咧抢钱哦？无问题，多谢呢。嘛无咧演，我拢做迄个，做实在哦，讲话。用抢的就是啊。对，无问题。哇！无啦，讲笑啦，有点嘛袂真正寄去恁兜啦，你食歹腹肚啦。食歹腹肚，咱是三文鱼，感觉食就好食诶。你是讲安尼嘛是有价值得对？嘛是有迄价值诶啦，哎呦，好啊，我真寄去恁兜。喂，等下我要直接食中昼啊！你要直接食中昼？你袂晓呢？袂啊，阮兜差不多11点就要去食饭啊。
哦，好，安尼嘛算是无足换的。哎呀，较早食的就免就会使先一顿。哦，有影。安尼你普通时啊，一工拢食几顿啊？无上班一般就直接食中昼啊，若有上班就透早较晚食的食较济安尼。哦，所以是讲，若无上班，你都会困甲你要中昼，可能11点安尼。无，我无上班嘛是8点起床的。啊，太安尼，你是已经起床了惯习啊。就无食物件，较坐到11点甲讲。哦，你毋是你袂晓？袂啊，袂啊，无啥要紧，反正无啥叮当啊，就总坐咧电脑前，电脑前坐蒙东蒙西。哦，蒙东蒙西。你通常时啊，迄个起来拢咧蒙啥？看今仔日有啥物代志吧。啊，看别个台安尼。啥物代志就济，最近个要做报告哦。哦，报告哦。对啊，啊，便宜报告就济。原来如此。啊，你敢有啥物想要宣传的啊？宣传诶，我礼拜五你毋是来我遮做人客？对，来甲大家宣传者。后礼拜五大家有闲会使来我遮坐看看咧。对，看我安怎圣诞会季。无问题，恁若想要看阿慧红口读的，咱看一下咱会季会使讲甲安怎？无问题，伊已经有互我偷看，伊有准备物件要甲我入台啦，要甲我口读啦，吼，大家爱看做物的。件按空起来，我无甲你讲哦。啊好，袂要紧啊，拢安尼。我先甲你讲，我有空一寡物件伫遮哦。好，袂要紧。啊，我是真正甲讲袂要紧啦，反正吼。你讲我紧诶啊，所以我空一寡物件伫我遮，到时互你看。袂要紧啊，反正这 YouTube 这个款啊嘛，无讲大嘛，小拄会着嘛，对吧？哎呀，我无要紧啊，后摆可能就是你甲我算过啊。对，咱你有遮侪物件会使算诶。对，互相安尼。哎呀，看你昨放迄四支 short 哦，有人伫遐讲话，找一个当弄去。啊，对，可能我真甲想迄个，哈哈哈。迄支真正袂歹。感谢。哎呀，梦幻联动。有影，毋知影伊本人有欢喜无？可能无。毋知安怎会意外的，意外的奇怪，两个看做伙啊！哎呦，对，希望伊有欢喜啦。希望有欢喜。嘿，我嘛是感觉真安尼较好笑就对。哎呀，拄啊好两个拄好看做伙，会使。会使啦。来，咱有这个款节，合作，你会使甲火箭考倒看觅。来，你敢要考我的台语？考你的台语？对，就是你凊彩想一个词，你会当问我敢会晓用台语讲，我若袂晓，就算我输安尼。安尼我拄啊好有一个，但是我感觉你应该会晓讲诶。药仔的名无准算哦，你是药师哦，迄无准算哦。药仔的名，毋是药仔的名，这我进前有开过一个台厝，等我一个哦。你想传我传互你。你传的时阵，我甲看觅大家讲啥吼。我问讲吐司人话安怎讲？嘿，咱讲俗胖，伊是为日本话来的，日本话是俗酷胖。单话的甲演变做变做俗胖安尼，听起来做俗的，嘛算无介贵吼。你讲即句哦。你应该会晓讲诶会晓，我先用中文读给大家听。你好，我是护理系的学生，我来给你氧气，给你吸比较舒服。台湾话我会讲你好，我是护理系学生。我知影大家拢会讲护理系，毋过是护理系，护理系学生。我来互你上诉。有人讲勇气，毋过其实我知影病院若像。就是医生其实拢会讲，医师拢会讲上诉对无？上诉较侪人讲。对，迄嘛是为日本话来的，应该是对。因为咱台湾是日本教的较侪嘛，所以咱台湾伫
伫便宜讲上手的人较济。对对对，而且咱迄个足侪现代化的物件，拢差不多日本时代的时阵，日本人扎入来嘛。嘿，日本人杂志来，像迄好书讲啊，嘛是安尼啊。啊，嘿啊，好书讲啊，有我人摕水讲就是讲，我摕好书互我，还是罗赖吧，啊，拢啊对对对，嘿啊，好书啊，罗赖吧，拢日本话啊，嘿有影杭州路嘛是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甲车有关系，咱像有足侪东西嘛，差不多迄个时代嘿，。拢足侪东西啊，啊，奥多拜嘛是啦，嘿，奥多拜嘛是，啊，对对对，啊，想买一句给你吸吸比较舒服，我应该讲，互你舒舒的，你会较爽快，还是较困活安尼？嘿啊，互你叔叔会较快活啦，一般拢是安尼啦，嘿，应该是。因为即句话真正是足好笑的。这真正是对迄个病人来讲，因为足侪拢是时大人，所以对因来讲，你的台语敢有正确，有时也是足重要，无人会惊着安尼。哎呀，你若无讲毋对，尤其迄上手讲毋对，就是我还互你勇气，互你勇气嘿，互你叔叔咧，啊叔叔咧，我讲毋对咧，互你死死的，较水较快活。啊，毋过其实这应该讲出来，就知影讲毋对啊。其实无好，你台语若真正无好，你嘛毋知你讲啥笑。好啦，嘛是。你讲对还是讲毋对，你嘛毋知啊。系啊，像迄互你下嘛，又下下，又互你下，伊下下。有人就是互你死，互你死。嘿，可能伊就真正毋知。毋知啊，想讲应该是安尼吧。啊，问题是互你死讲落就是啊，哎呀，哦，拜呀，我是安怎？听到就真正惊到要死啊！当场就死去，互你气死。就拄啊好啊！即句话就是我上课啊，我伫学校上医用台语，老师第一节就是拢这。啊，有课是无？有课通好去学。我咱有即节课就是咧讲这。啊，老师第一摆就是讲，你台语爱重要，最重要。然后即句话嘛讲毋对去啊，你就惨啊。有影啊！啊，而且佫有一个足严重的啊，有时迄个病人是咧甲你讲伊身体的状况，啊，你若听到你毋知影意思，还是你误会伊的意思，这可能嘛较严重。哦对，这听毋到会出代志着。对啊对啊。啊，有一病人就是用台语，一直用台语甲你讲啊，啊，你就是爱听有讲伊是状况是对，伊是倒位咧听，伊是有意，还是会肝咧听就严重啊。哎对，因为我之前有咧残2届，啊，我就去迄个叫做急诊嘿急诊，啊，就真正会听到，就是是大人，伊就是真正敢若会晓讲台语安尼。对啊，你就爱用台语甲伊讲，我倒位听啊，听甲安怎啊，要安怎食啊？像咱伫病院，咱有事就是逐家讲说，哎呀阿送啊，药仔刚会晓食，啊袂晓，你当时食透早中昼，啊你按倒的药仔食了刚知影，啊食了刚有出代志，啊有时阿送就会讲，伊有事啊，我迄药仔互食了就爱困诶，啊看者，啊毋是爱困药啊，你食了爱困正常啊。这袂好笑，这袂好笑。爱困药啊，咱食了爱困，伊就会甲咱讲，我就讲啊，你就爱困药啊，正常啊，一定爱困。正常。嘿啊，伊就甲咱斗啊，讲医生开药足强诶，我爱困，我就可能是要互你困。反正伊毋知啦，伊就是真正足认真咧想，足认真甲你讲。嘿啊，就会讲，啊，就是药仔小过强嘛，你就爱讲，啊，你当时食药啊，透早当时起床。还是恁下晡困较久诶，困较暗时拢困袂去，还是啥？拢爱问足济。嘿啊，了解。所以台语嘛是爱练。嘿，用会着，用会着，嘿。用会着。好。安尼，咱着大家会记啊，迄号做后礼拜拜5吼，拄好是4月4号，迄个。4月4号，暗时8:30分。对，暗时8:30分吼，大家会记，我会去银北遐，互伊欺负，来欺负一个陈慧姊哦，精彩呢，大家爱看呢。
就精彩，我找物件哦，我毋知等会几工量会出来。啊，紧我即摆已经足紧张。其实我即摆已经带赛带出来啦。带出来啊！你真正袂晓量哦，迄句。无啦，死狗才知，死狗互大家来看。我等你。安尼咱准备较好，咱准备来接后一位来宾的电话。拜拜，拜拜，多谢你来。咱后一位来宾是咱的白云千霄上，你好。早顿要食啥？食胖啦，食胖。食胖哦，你要食倒一款？咱遮有迄个足济。食卵啊，甲有起司会胖啦。哦，好，安尼无认真。有卵有起司安尼。系啊。哦，安尼就即个起司加卵加熟胖，安尼100块嘿。我感觉你的店就贵的呢。因为我有加迄个啊，我对大家的爱啊。OK，爱无遐粗俗个嘛。好啊。会使。来，请讲，嘿，较早欢迎。你是？我感觉你早顿的食呢。袂歹吼，有价值吼，有这100块是有价值的。系啊。袂歹，我做认真去找的，就是我想讲，互大家有迄个感觉对吧？有啊。有吼，有啊。好，谢。请问你最近有啥物烦恼无？我最近我烦恼听恁讲台语，我台语就无认同的，我感觉我理语就好啊，台语无好。袂要紧，我根本就袂晓讲日语啊！真正诶，连一句都袂晓。毋过日语甲台语一点仔新的所在。的所在。所在性就像的呢。有啦，对，有像有一寡所在有像，因为可能台语嘛有互日本话影响着。我阁有想着啊，我进前都有想着有一寡足像的，比如讲日本话讲约束区啊，台语共款两个汉字就是读约束，有淡薄仔像。有像呢，约束区。约束，有啥？束区巴区，束縛。嘛是小可有像。すごい。系啊。无你要教我日本话无？我教你日本话，你想要讲啥？我想要问，请问用日本话安怎买早顿？早顿的日本话是朝ごはん。朝ごはん。サンドイッチはサンドイッチ。好，サンドイッチ。台湾话嘛有讲サンドイッチ，应该嘛是因为日本时代才有的物件。系啊，サンドイッチ我知。台湾語嘛通呢。台語的日本話是台灣語。我知。迄个中文是手口歌。そう。好，我差不多会晓的，就敢若食的。系啊，会通就会使，才会使互日本人讲话呢。你讲安尼就会当甲日本人讲话安尼。系啊，这日本人会讲你すごい。可能因为因拢做礼貌的安尼。系啊，礼貌就多。所以你平常时咧生活应该是讲日本话的机会比讲台湾话足济吼。系啊，讲日本话的机会多分80%呢。我毋知影安尼讲敢有无礼貌，毋过我感觉你的台语有日本人的腔，毋知影大家敢有感觉？最近嘛足济日本人的 YouTuber 有咧练习讲台语的嘛有。我感觉日本话讲台语就简单。发音有点像呢。有的音就是
我知影日本话有迄个落音，就是浊音，嘿，嘿嘿，迄台湾话嘛有。啊，毋过你若拢袂晓，你若是敢若会晓中文，你就会感觉迄个落音足困难的，有时会安尼。毋知呢，啊对无？嗯，会落音呢？嘿，啊，你敢知影台湾有一个拉面的店，拉面呀，拉面呀，拉对一间。面店，都音流，哦，英是迄个鸟啊，迄种英嘛。嘿嘿嘿，嘿，就是知知知。就是，你的店的老板呢，日本人啊，感觉袂晓讲中语，会晓哦讲台语就练顿呢。哦，他只会伊是日本人讲台语，不会讲中文。嘿，他是日本人，哦，哎，这有趣味他有他有上新闻啊，一定讲台语，哦，就哎，趣味。真正有趣味。会使去看一下，真的厉呵害。有机会去甲交关者。嘿啊嘿啊，嘿，你有想要考我的台语无？你若甲我考好倒，我就欠你2支迄个精华。我想看觅，我想看觅絶対これわかる。そうだね。そうだね。我想要問你，你敢知影日本的お寺，日本的庙的お守り御守的台语？讲实在，我无确定。啊，若互我摇，我感觉因应该直接讲欧妈摩利。我感觉我是感觉是安尼。无我查一下书顶好无？若毋是安尼，我就算我输。嘿，看书顶敢有嘿应我感觉嘛该。是お守りだと思う。对啊，因为迄就是应该算是日本的文化的物件，所以应该当直接读。哎呀，迄个时阵日本人来台湾，お守り他们自己应该是お守り，我想。我查者，书顶无，啊，毋过我会当看 Wikipedia 啊，无人讲呢，我毋知。嗯，啊，毋过我感觉，有人讲日本乡会应该嘛对。乡会，敢若会使日本乡会。应该听有啦，应该听有。对啊，敢会当接受？应该无算输吼。我输我赢，OK。要紧，你若有想要爱精华，你会当甲我讲，我若有闲的时阵，当然嘛是会当互相即个得斗相共者，嘿。好啊嘿， ，thank you，袂多袂谢啦。日本人说多谢会讲 thank you 呢， thank you，讲啊 thank you。这算是较古锥的讲法还是？朋友的感觉啊，朋友的感觉。啊，嘿啊了解。啊，好，你敢有啥物想要宣传呢无诶，我最近没有要宣传的。 ？OK， thank you，要多谢你来。多谢你陪我讲台语。会使定来，就是若是大家若是烦恼，家己台语无做练转吼，我甲大家分享，就是恁爱加讲，才会愈来愈练转，就是唯一的办法，感觉无练凳，没有赶上来，就看我无练凳，我嘛来。其实已经袂歹啊，已经算是你差不多有90%以上，你拢有讲台语啊，大家嘛拢听有啊，所以其实无啥问题，会使较有自信，我嘛做欢喜，会使有人来，拜拜。拜拜。哎呀，耶！来，有人要来无？来看觅，大家讲啥？台语日语男做伙讲足古锥，真正足像日本人咧讲台语的感觉，对，若是有外来语无台语讲法，拢惯死读日语，而且我感觉就是有影啦，宗教即款独有文化的物件，直接照伊原本的去讲，应该是足合理的，无毋对，所以应该 OK 啦。
来有啥要来讲？毋是，我家己无细字讲华语出来。头拄仔伊哩是讲菜头粿有无？菜单无？嘿，还是讲要伫倒位？要伫倒位排队是无？哦，迄个早时开始讲话足欢喜，多谢你来。我其实嘛有淡薄烦恼，讲大家是毋是无遐早起床，所以我有淡薄烦恼。到底敢会有人卡过来？迄个，有想要来的，比如讲伊利也是好，拢会使直接卡来哦。我若对，就是我即摆拢有咧看，恁随卡来，我就随接起来吼。澳洲人是毋是会甲真正外口洗手的水当做 Japanese holy water？ 我感觉有可能，因若是感觉安尼翻译。有通，因就有可能会安尼讲，我是感觉合理的，嘿，直接点名，因为我看到恁有咧看，恁看起来有，互我看起来感觉有想要来的意思，嘿，若真无方便嘛，无免讲，嘿，我就是较无礼貌，直接甲大家点名安尼哈，台湾香火茶啊，内底无香，嘛是藏糊啊，对啊，台湾香火茶内底其实嘛是糊啊呢。大家敢有看过伊内底生啥物款？点名爱送早顿，我今仔寄去因兜吼，因就爱食互大家看吼，安尼大家讲好无？因食歹腹肚，就算是我甲因苦毒吼，大家都趁着安尼哈，一定去点食诶，即个介绍看清楚哦，爱迄个付会出来哦，袂使迄个食了无付钱哦，富鲁同学头拄仔是毋是无甲你小姐问着？欢迎，熬早，食早顿哦，害心连色对，就是我甲大家欺负了，大家就爱迄个食互大家看吼。看有偌凄惨安尼，你嘛要请我食？嗨，安尼会使报卫生局啊？安尼我迄个频道就无去安尼，互迄个禁止安尼。歹势，我啉一下咖啡哦。其实迄个我昨失眠啦，吼，所以我小等若是迄个精神有较歹，就是请见谅。袂当见谅嘛，请大家原谅安尼。你是要来？啥物土做有毒的鸡卵糕？啥物物件？你直接迄个犯罪移哥哦，干嘛呢？食百字的气泡啊，俗胖啊，食百字百字啊！我想讲是安怎要食百字是，或者迄个活足久嘛，或者食百字你的意思是讲你要食迄个百字块的气泡啊，俗胖是吧？对啊，大家食俗胖拢爱加啥？因为有诶是咸诶嘛，有诶是咸诶，内底是包肉诶，有诶是甜诶，就是抹迄个酱诶。毋知影大家较爱对一款？我家己是爱迄个有一种是蒜头酱，大家敢有食过？就是蒜头对，我最爱迄个味，就是通常应该是有肉搭，佮有蒜头安尼，佮有加迄个青色。迄毋知影是啥物香料，迄香香诶，就会足香，就会足有蒜头味。你食了，你就规个迄个，你规个迄个喙内底拢是迄个味。毋过我就是自细汉我就足爱食蒜头俗香。你搁只三嘛介意哦，毋是鸡卵糕的毒，是你叮当的爱，你搁想看觅。迄敢是蒜青？迄是蒜青呢？我毋知。我叫是迄是较西洋的一寡香料呢，我无确定，因为我感觉迄主要可能嘛是好看的，迄主要应该滋味毋是上重要的，上重要的是互伊看起来较高级吼，较好看安尼。我打着我耳筒的线夭寿，等下我耳筒是毋是阁无声来？恁小等者。我顶接者哈。实在哦。后一位卡来若无声，咱就知影。杨延水哦，毋知有可能。好其实我嘛有可能是高赞塔，有可能呢。
飞碟迄滋味嘛，食无啥会着，迄主要嘛是好看。啊，我拍会歹势。高赞塔敢会香味有可能哦，有可能哦，迄味较重诶。嘿，好啊，我奇怪，我原底想要讲啥？我原底想要甲大家讲一个奇怪，我原底想要甲大家讲一个我细汉时诶代志，我即马煞袂记。我是自细汉的足爱食迄个早餐店诶物件，就是因为细汉时阵要来，迄个做啥？要去学校诶时阵啊，就是通常国校附近，也是学校附近，通常拢会开早餐店啊。啊，其实嘛无一定伫学校附近。其实我感觉早餐店即种物件，真正四界拢是对无？嘿着自迄个国校诶时阵，嘿，着做定咧买，嘿，迄时着拢买啥？迄时嘛无食遐济，毋过就是拢会食迄两饼，嘿其实我一开始毋知影起司两饼诶好，我一开始拢食哈姆尔，拢敢若食哈姆诶两饼，嘿嘛是拢爱加迄个豆油，才有迄个点才有迄个或者甜甜咸咸吼，安尼才有好食，嘿毋过后来着知影讲迄个起司两饼有够好食诶，落尾着拢点迄，嘿。进前拢食迄个抹茶布丁诶小可胖，叫伊抹布安尼，哪像有听过呢？而且伊听起来嘛是好食诶呢。嘿，伊是安怎啊？伊是迄个或者厚片诶迄种哦，厚片迄种诶是无？无你迄布丁是要安怎放？还是你是布丁家己挖开迄个或者包伫两片较薄诶小胖内底安尼？敢是安尼？毋知，嘿啊，一个抹茶，一个布丁啊，或者抹布无问题啊，听起来做正常诶，嘿，听起来做正确诶，嘿。了解这上有啥无用的南瓜，你是用南诶是无？南瓜橄榄油，甲个下一寡盐安尼。伊是厚片一半一半一半是一个口味另外一半是另外一种口味是无？原来是安尼。若讲厚片，毋知影大家敢有食过一种号做小可胖披萨？敢有食过？伊就是其实嘛是小可胖就是伫顶悬的下一寡披萨会出现的料，就比如讲旺来，敢是安尼讲？比如讲迄个汉姆甲有迄个茄汁安尼，嘿的通常嘛拢会有起司，甲伊烘甲会扬起安尼。迄有够好食，毋过迄有影较肥嘿。毋过迄通常嘛拢会加一寡 mayonnaise， 可能是惊讲大家食了会感觉较搭，嘿，所以拢会加寡 mayonnaise。我着较无介意 mayonnaise 的部分，毋过除了 mayonnaise 以外，我是真正足介意。嘿，他都叫送袂使，你是往内无法度是无？你是往内的部分无法度呢？会使用抹茶酱，然后热压小胖包布丁安尼，感觉会好食。感觉足高级的呢？哪像会出现伫迄个高级的咖啡厅内底款？嘿，伤油哦！你是讲迄个迄个做啥？你是讲小可胖披萨伤过油、伤过肥是无？毋着即种的才好食。无迄个，恁敢有食过马铃薯饼？薯饼有食过无？迄是安怎才好食？迄都淀粉淀粉搁迄个做够吸油的搁加下落去，迄个油内底去煎，毋才有好食，就是上肥的才上好食啊！这太有法度。厝内有迄个热压的鼎你有做成功袂歹，熬煮，听起来做好食有影，寄互我好多谢呢。多谢呢，无我遮无咧收礼物吼，所以奇怪，我原底有掠大家迄个开讲室，我即摆才发现开讲室无出啦。等下夭寿，我迄个one comment 无开，救人！即摆有，真是无困醒。
小等会去困啊，小等中昼就要歇啊。今日我咧想讲看敢会当开较久，啊看开是无法度，因为我昨毋知影是安怎，有时啊，就真正毋知影为虾米的向安尼失眠的对，这拢做无一定诶，啊，就嘛无法度，哈哈。寄冷冻，无迄著是爱迄个呢，迄著是爱热鸭才有好食呢，就是我今日无要囥，我嘛咧想讲奇怪，我太雄感觉我诶画面怪怪，哪会减一个啥物货？啊，我则想讲，哪会无迄个逐个老话迄个字啊？原来是我无开，歹势逐个，哎呀，上无啊！你哪会较正面的啊？上无我迄个开始放送有试落啊，对无？无亲像顶回就是开始放送一直拢无试落，啊，逐个就伫遐等我20分钟安尼。这应该是无遐严重啦。冷冻赞，热鸭熟胖会使冷冻，我个烘烘的就好。哦，这听起来较袂歹去呢。毋过我即摆无按算要收大家礼物，因为迄因为咱知影就是虽然通常诶伫开讲室出现诶拢是，就是我诶信任诶人，毋过我若迄消息有公开出去的，难免可能会收到一寡我无一定知影、无一定熟悉诶人啊，安尼就变做爱有迄个斗骹手诶人来斗迄个斗检查，还是斗啥物货迄有。较麻烦淡薄啊！我即马无法度处理甲遐济，所以我即马无要收大家的礼物吼。无注意到，对啊，无注意到，歹势。大家看，头家顾开讲，无要插恁的主无？有啦，我拢有咧看，好无？我只是无甲囥伫迄个画面顶悬，大家拢看会着。啊，我家己是有咧看的，好无？莫呢，无人要 call in， 大家要无方便好寄电子就不要紧，会使啊，电子的会收啊，恁迄个我即摆迄个 Discord 的私信拢有开，就算你观众尔，你嘛观众朋友嘛会当直接伫 Discord 迄个甲我讲话，所以电子的拢好讲，电子的拢简单。他们去遐上要点菜来请，你会使直接敲过来，袂要紧。无即马齐好好先敲过来，我先接者。阿好，啥？奇怪，阿好敢是日本话咧骂人诶？哈？啥？什么意思？我听无。甲八甲共款意思啊，因为有一个所在腔口是讲阿好。哦。我无迄个意思，我是想想着嘿。所以我敢毋知呢。我拢知影遮无效诶。足久无看呢。足久无出现啊。对啊，足久无见。雄雄袂晓唱。你唱啥？迄个有一条，迄个叫做足久无见，9M88唱诶。足久无见，感觉敢会无去。我小等传互你。不是有人听要听我骂啦。来啊，你会使甲我错袂要紧。我要甲你错，我要错啥？我想你看我倒位歹？你看我倒位袂爽？你讲。无啊。我去足闲，倒位准备啊，特别感觉倒位看你袂爽啊。无啊，就是看你收烟斗，安尼会使无？会使。我想讲，就是迄个较熟的遮加呢。无啊，我较熟，我就袂安尼呢。无啦，我知啦。你若我若甲喊你，就是我喊阮经纪人，就是足熟。所以讲嘛，就是讲话嘛袂遐尔歹安尼。我知。有啦，所以种头一遍看到的就较歹啊。对，就是对迄个无礼貌佮无熟的，较会。对啊，火气就起来啊。莫看安尼，我真就搞生气的。我嘛是，我最近若是骑车的时阵，拢定咧生气。骑车正常啦，而且都是路顶都做这事，对。
啊，你要转弯，佮毋转弯，啊，佮无拍中方向停，啊，对啊，是咧啊，，无就是拍倒边，啊，你转正边，有迄种是迄个要转势的时阵，迄个时间才拍迄个方向灯。对，伊要转弯的时阵，伊甲拍，哎呀，真是白痴呢，头真是白壳问题。痴，规气莫拍，嘿，对，真都是要甲讲落安尼。有人问讲，好好咩是倒位会使排队？啊，毋是有人要排队扇喙皮，系啊，迄剩一道偌济？真是到。系啊，无啊，你若爱扇喙皮，爱先写，爱先写函呢。爱先写合约啦，无会惊啦。你若有啥物问题的话，迄是你自愿的哦，迄是你愿意，毋是我的问题哦。啊，你是讲甲拍甲迄个脑震动嘛？是迄个你爱先签签的，还拍落啊臭耳啊，领导的代志。我就是惊安尼，所以讲爱先写下来。我无甲你逼啊，所以讲你大家若有出现啥物问题，你就是爱大家甲你负责啊负责。嘿，无人通常拢是咧办迄个，迄个做啥？握手会啊，你是迄个喙配会安尼。无啊，你若办手会有诶，拢就太过诶啊，毋是吗？哦毋是讲有啥物凉来啥物物件对，去啊手安尼，我就无介意。嗯。啊，毋过若爱参加麻烦，你爱洗互清气呢，规身躯爱洗互清气较来呢，我无爱迄种喙配嘛爱臭咪毛清。气安尼。我无爱迄种臭咪毛诶来哦。大家有听着，大家要注意哦。然后就喷香水啦。毋是，若是迄个足臭的，搁喷迄个香水，就是会淋做伙，会搁较恐怖的味。一时就买呢。对啊，大家爱洗身躯哈。就当阮炖猫仔咧叫。哦，你有要点早顿无？来，你要食啥？迄个摩卡软饼是啥？这我后白写的，我想讲就是可能伊加。讲是迄种软饼皮浸摩卡，到底来蒸啊？听起来袂歹呢，听起来会使呢。你讲啊，你要试看无？你要试看觅无？有机会一定。啊，佮去上红看。好啦，有机会一定。啊，你是做甜还是做咸的？对啊，安尼，因为通常迄摩卡内底迄个朱古力，就是迄巧克力豆，拢通常是甜的，拢是会有糖伫内底，所以通常啉到的要是甜的。啊，毋过若是敢若有巧克力豆啊，无加糖，可能会使做，就是无甜的安尼。我收到可丽饼。啊，可能有成哦。你会当做迄，然后内面搁放一寡，看你要放米仔糖还是放其他迄种会甜的物件。哎呀，无一定就爱做咸的啊。啊，毋过通常拢会感觉迄个有卵就是上无我啦，就是若是看会到迄是卵，就会感觉迄应该是咸的。就是伫鸡卵糕内底，还是伫迄个鲜卵丁内底，迄拍线迄无准算。啊，若是看会出是卵的形体，就会感觉应该是咸的。我是安尼。我是，你无你查是？我是无查弄着。你无查？但是我爱看，无是我爱看迄是啥物物件。你若讲手机罐，还是讲你看，你先看就知，讲这无好食迄种，我就较无法度。啊，所以主要是看起来好食啦。对啊，你若摕出来像喷共款。好，安尼免想，阿慧做一定是像喷，嘿。无，我都袂晓煮吼，我袂晓煮食的人。食食啥啊？无呢？啥无？你也无看过。你连讲看你做的物件，互阮看就知啊。我若有煮才互恁看，因真正是通常无咧煮嘿。因为若准有，其实拢是火色煮一半，我负责斗相共安尼，就是两个人做伙煮嘿，就无讲完全是我嘿。所以主要会食一个看一个，拢是伊的功劳的对。啊，你讲叫伊卖煮，互你，互我表演。对啊。
好啦，我来早顿也要点咧。为虾米你的三文鱼遐尔啊贵？是为虾米？因为我无天量啊。你有天量？所以讲内面有加啥物料？你讲啊？三文鱼跟卵啊。无啊，搁有迄个豆油糕嘿。豆油糕，好，安尼豆油糕是食咸的，食甜的。安尼算咸的，虽然阮的豆油糕应该是甜的，啊，毋过规个算咸的。袂使，豆油糕一定要咸的。无可能，无可能，豆油糕就是爱甜的。阮大概敢会直接冤家这物件？袂，我直接挂掉。无啦。为啥物豆油糕爱甜的，明明就是咸的？无啊，伊就是爱小可会甜的，就是毋是讲规个拢甜的，啊，毋过就是爱有迄味才赞，才会好食。你是讲台南的哦？系啊，咱台南的。我较爱食台南的啊。无法度。好，袂要紧。袂要紧，豆油糕就是爱咸的。袂要紧，紧时。咱迄个后摆搁要合作诶，咱搁会熟悉足久诶，咱豆豆桥。袂要紧。那是啊，那是最久诶。咸诶嘛是会食一啦，我嘛无讲咸诶是喷啦，啊，我就是较爱食甜诶尔啦，吼，安尼应该是有尊重啦。这我无法度呢，我连食甜都无法度呢。我就是来傲子啊。好，袂要紧。咱换一个话题。你现在就会烧咩啊？嘿，无啦，咱就是安尼，咱若讲政治袂冤家，毋过若讲迄个食实就会冤家。嘿，真正对。真正好啊！你有想要考我的台语无？你台语比我更较好，应该是无啦。白讲，哪有？真是啊！我嘛普通尔是咧。因为我即个月去考教育部台，就是即摆改做台语啊。嘿，我去考嘛，了后我发现讲好白哦，我拢袂晓写。你讲你考 BA 呢？嘿啊，我考 BA 啊，因为头一摆考啊，所以讲无啥物准备，因为我毋知要准备了后去写了，就是去考试了就甲你老师诶，啥物都袂晓。要紧。后悔阁有好无？那是就歹诶，我老师做歹呢。真是，我阁有比这个较歹呢。我真正有捌，就是捌上班上甲人相骂呢。啊，水就是爱相骂。对面就是。你会好斗。对方收白痴，真正是收白吧，所以讲我就改歹啊，真正改骂啊，骂甲足久诶。啊，有甲骂甲哭出来无？无。好，后摆一定。我骂到最后就无讲啥。啊，有甲你斗无？伊知伊毋对啊。伊知伊毋对好。嘿，伊知伊毋对啊，所以讲就无讲啥。安尼会使。毋过你加忝诶呢？无啊，因为我本身我上班就咧无欢喜啊，因为我本身就是拄着足侪白痴诶代志，我就会无欢喜。伊搁伫遐跳，就是伫你诶神经，伫你迄种你的理智线。你迄种理智线，你遐跳，你已经要转去，搁跳，就规个拢撇转去，撇转去了，我就休息。对啊，我就开始骂啊。安尼应该。我搁互伊面子呢，我搁伫咧人客无伫因头前的时阵骂咧。安尼已经对伊足好啊。系啊，我已经足客气啊。你有啥物要宣传的无？最近要宣传的目前是无啦，因为未做爱事。会紧点未？会啊。会就好。拢会啦，头一摆嘛拢会。我搁咧想要安怎做海先，才会法度，互恁看较无共款的物件。好，豆豆想你若有想要问，还是要安怎的？你随时甲我讲哈。好啦，我即摆无情先处理先清清好好的物件。好。清清好好了后，才会豆豆想讲，若确定好好有，就是有通去。有就好好了后，我再来烦恼遮物件。好。
安尼， OK，祝你拢顺利啊！好啊，希望你一切拢顺利。嘿啊，嘛希望你嘛顺利。哎，多谢多谢，最近也袂歹，除了长视频以外拢真好。安尼好啦，系啊，好，安尼稍等去报名咧。好，我尽量好。啊，好，头家来赶人客吼，咱好后一位。来讲听啊对啊，好，再会，后回再来讲。好，冇问题，好，拜 OK，拜。好来，咱后一位是好兄弟伊利。哎，欢迎紧着哦！等下，因为你的另外一边声要关。哦，好来请。哎，你好，请问你要食啥？我看一个，你看一下。敢有挂包？挂包哦，原底无，为着你会使做一个挂包，安尼200。哦，好200啊！我正手100，倒手100，安尼敢会使？为着你会使，安尼好无？哇塞，哇，拢为着我，安尼敢好？迄挂包就寄去恁兜吼，食歹腹肚无我的代志哈。哦，我若落屎你就知，我会搁请你食一顿好康的。哇！互相嘛，互相啦，互相啦。有你。哎呀，对无？啊，最近过了好无？普通啊，还过会使。有啥物袂爽的无？要共找无？来，要找，等时间到啊，才有通来找，因为即马无茶通找，安尼。啊 OK，诶，要袂发出来？嘿，还袂发好，袂要紧，咱豆豆等，豆豆来。啊，迄工若来，我会小放送者，互大家知影讲，有代志咯，大家来破茶咯。哎呀，水啦，就安尼。我想问讲，甲迄个土地母参入去菜头粿内底，敢算是种伊利粿？安尼会中毒呢？哦，安尼会中毒吼。嘿啊，连你讲好像人讲你甲人偷买去啊，我袂堪钱。安尼吼，大家家己想看觅，敢莫安尼食？嘿，爱小想看卖者哦，莫伤冲动哦。嘿，做家持有数吼，性命爱顾安尼。敢是安尼讲？我是毋知啦，你是毋知吼？我毋知啦。啊，我想着，其实我自细汉，我国校时阵有一个愿望是希望迄个叫做啥？迄叫做变大人。大汉了后，想要开一个早餐店安尼。啊，国校诶梦想。毋过进前有去隔壁厅做线工了，就知影这无好做，都即摆都无即个想法。人客已经够烦啊。有影，你搁爱管理啊，有诶员工嘛是无啥巧，你就会愈烦。料嘛爱传啊，嘛爱算讲迄开偌济啊，成本啥拢爱接无好啊。嘿卫生局啊、劳工局诶啊，拢会来检查。消防局嘛会来查啊。对啊，各位咧歹心诶，甲你检举啊。哎呀，逐工照三顿甲你关心者。有，听讲有即种，敢算是拗步，就是好霸伤赢啦。听讲有一种甲别人创治诶手段，就是照三顿检举伊诶消防。消防啦，卫生啦，若做食就一定会卫生，若无就警察嘛会来巡看卖讲，有人讲恁遮伤吵是安那，实在。即种诶，毋管是有影无影，人就是一定爱来巡。就一定会互搅扰着，因为人客嘛是爱接，恁处理迄落调查嘛爱继续来家处理安尼。有影。真正有影。大家要甲我检举啊？是安怎？我是做毋对啥物？是安怎？看我伤缘投，看我袂爽。对，我头拄有想讲头家伤缘投，要甲伊检举一下。安尼嘛是无法度，歹势。你最近有啥物烦恼无？我头拄敢有问过。应该是还袂啊。最近的烦恼，头家伤缘投。
头家想缘投免烦恼，爱烦恼是灰色。哦，有影，哎呀，最近烦恼就是是无够济啦，安尼。这拄好，甲我共款。大家应该拢共款。大家拢共款。这条是西贡野较花，大家拢共款，小蛋团互你。水。我想看，我想看卖，豆豆想，讲到袂晓话啊。对，伊豆豆等豆豆传了，我看边仔看报纸甲伊等。哦，有迄早顿店伊若有抱纸，伊有迄个呢，伊个有迄个网咖的。哦，对，我想我抑个细汉时，真正嘛是去早顿店，等早顿，还个看网咖。虽然通常嘛看无几页啦，毋过。对，一本拢还袂看煞，人就做好啊。对啊，若无嘛是有嘛是有较慢啦。嘛是，若点较济就会较慢啊。进前也无啥物时间通坐遐豆豆坐、豆豆食、豆豆看，拢无时间。毋过通常迄网咖嘛拢游，因为逐个拢是哪食啦。还冇共款，而且应该是无讲介济本，所以见显嘛是迄本尔。对，有诶个是迄个连续，毋过伊迄个集数就是敢若集尔。对，嗰其中诶几集安尼。而且佫有几本是内底有一页两页走无伊。哦，可能人迄个啦，跳来七喙安尼。哇，用迄七喙伤贵啦！哎呀。你有要考我诶台语无？有，我传好啊。好来。今日就是来试看觅讲，你敢知影即个讲法要安怎讲？正。咱卫生纸除了一包一张一罐会使安尼算以外，咱佫会使安怎讲？若讲一包，一碗。一碗啊，就是迄个足久进前，毋是有一个叫做动手原创，伊上爱用迄个膏啊加卫生纸，你就会当摕来做足侪物件咧。无，算一碗。一包无开的啦。等下一包也未开过。嘿，一包。我真正毋知呢。真正哦。真正。趁着。欠你2支。哎呀，水！敢爱公布答案？好，我来和大家小分享一下。听。迄一包嘛会使讲一刀。一刀？听过无？嘿，一刀。对，一刀。刚扑的迄刀啊？对，刀啊！迄一刀的意思是讲100张纸或者一刀。哦。嘿，阮兜是讲一刀卫生纸安尼。即摆的卫生纸就一包差不多100外张。所以差不多就是共款的数量。对。哇！真正学着，安尼是我趁着。哎呀，做伙谈，大家做伙谈。至少互大家知影讲有这个量词我是厝内时代有咧讲所以我才会记前几工我过去找书店讲，敢是真正有这个算法是真正有写一刀100张纸你若是外口若要买一包迄落要影印的纸嘛是会使讲一刀若100张就是讲一刀安尼。好问讲，伫大个早顿店有网咖通看，我看做者所在拢有呢。嘛，真济，就较细间的，就是开伫巷仔内早顿店应该拢有。通常迄个连锁的较无，连锁拢无，连锁过迄落10折。对，你著爱找迄种毋是连锁的，毋是嘛无咧加名的迄种的。店爱看起来古老老，迄种的无啥物人。无毋对，就是迄种的。对，因为电视佫用迄落上高的迄种黑色的，一卡是。因为我伫北部、中部、南部拢有看过即种的，所以应该爱找一个就有。爱找一个巷仔内一定来着。无毋对。对，以你的胜利无毋对。恭喜！欠你2支。
讲欠然后歹势，知无？好啦，就是你有找着想要加的所在，随时甲我讲哈。好，无问题，我一定找有你的部分。哎，遮好哦，安尼我嘛趁着，哎，水，大家做伙，大家做伙谈。就是啊。袂，哎，阿勇高炸，高炸高炸。高炸。啊，你最近有啥要宣传的无？最近要宣传的是也袂，毋过平常时的放送是会使宣传者啊。我是固定拜五会含大家来做伙耍破去网的牌啊，若有兴趣会使来含我做伙来开讲。啊，平常时就是若有机会拜二含老人会做伙开讲，啊讲台语，啊顺续拍电动，啊平常时嘛是拜三拜四嘛会来谈大家拍电动开讲啦安尼。好，若拄着好困会含大家再过来报告者安尼。好，无问题。啊，你拢伫倒位甲大家报告？Twitter 是吧Twitter 会发啊，我嘛有 Blue Sky 嘛会发啊，YouTube 是若有要放上进前会发出来安尼。？OK。我其实原底嘛有想要用 Blue Sky，啊，落尾拢袂记。也毋过即马 Blue Sky 用的人嘛无讲介济。嘿，无原底想象的遐济呢。嘿啊，即马都拢网大嘛无啥伫咧看，所以讲就搁囥遐尔。嘿，袂要紧，迄啲就是你遐破文嘛，免啥物成本，就是加一个动作尔。哎呀，若有人回我就改印安尼。哎，无毋对。哎呀，安尼，讲啥物想要甲大家讲诶？大家食早顿哦，爱记好困哦。哎呀，食早顿爱配卵哦，安尼。啊，迄个题目给你省落咧。啊，红茶啊，迄个酸气的卖食呢。哦，是哦。会记用无，迄毋是。我是讲摕吞食啊。无啦，咱是讲头颈啊啦，咱讲头颈啊。啊，头颈是啥？头颈就是吞食啊。我惊问这吼。恁遐拢安尼讲哦。头颈啊，嘿啊，阮兜是讲头颈啊。哦。你讲学着一个，水。赚着。安敢会使添司机？你敢讲我就会使。毋敢。讲出就。人家是讲头颈啊啦。啊，竟然是安尼。寒冰是讲酸啊共款啊。啊。系啊。了解。是。OK。你讲着我才想起来，人家用词淡薄无共安尼。哦，啊好问讲迄是啥？迄是汤匙啊意思，讲意思。字华语嘛有，若看着迄个字汉字就知影讲。确实有人安尼讲。伊汉字就是真正写条件啊。OK。对，趁对。水。袂歹。好，安尼头家来赶人客。好，我会挂包咧。挂包小等寄互你，你要寄超商还是邮局较慢？超商好啊，因为有冷冻诶。我无一定寄冷冻诶。飘香咧。哦，你若偏起来淡薄味怪怪，我会搁甲你敲电话啦。袂要紧啦。我会敲电话搁洋人来，互你小调查一下，小证明一下。哎呦，真歹啊！好啦，安尼咱后回再讲，机会应该足侪，真济啦，无问题。好，倒来。多谢你来讲。袂，多谢。再会。再会啦。好，大家大家小借问者，
头头有出现呢，史罗姆，欢迎你来，高早，食早顿啊未？迄个三文鱼嘛叫你好，即个小等甲讨一下主旨。他都叫上，欢迎。高早啊，OK 来啊！我头拄叫是迄是尾溜，原来迄是你的下啊！啊？你讲话的时阵？哦，是啊，我的啊。嘿，迄个无看斟酌叫是你的尾溜，我想讲尾溜遮长。新的豆。嘿，水恭喜你最近是毋是3D 化？是啊。是啊， 3D 我传图片给。好，互大家看一下是吧？是。哎呦，你听起来讲台语足紧张的哦。系啊，讲台语无好。头敢讲就先赢。你要食啥？我可以带外食吗？最近是毋是有人伫 Twitter 顶面讲啥物？迄个开台都袂输咧迄个经营啥物咖啡厅呢？有的人就是会带外食。系啊。无啦，会使。就叫带外食哦，可以哦。我遮会使，我无差。好。我原底想讲，我就是一开始我就问大家有食早顿无？我原底想讲大家讲了，我就讲好，恁带外食，结果拢无人讲因食啥。大家拢知影我想要创啥？好。太早吃了。我来互大家看卖。3D 画李武老师。嘿呀。我感觉咱直接放伫我迄个，遮有足侪山多一直接放伫遮。可以。可以塞啊，自己带。哇！安那？真好呢。看起来就是一组的。哈哈。你要卖偌济？你即个爱偌济？这300块。300块，好，大家会使出价啊。秀。300开始，有人问讲内底啥物味？请问你内底啥物味？小个大碗。小个大碗。内底是，洛梨的台语是什么？哦，等下哦，因为会当，对，有讲壳来。壳鱼的壳。壳来。毋过嘛有诶所在是讲阿布卡的，应该是为日本话来。阮兜拢讲阿布卡的。讲英语。对，可能就是英语变做日本话，才变做台语安尼。你最近过了安怎？过了真好啊！过了真好吼。我要讲哦。其实我也有做一个三明治要给你，结果来不及。遮好哦！哎呦！袂赴。不要紧，我可能搁会开，我会当为着你搁开，好无？哦，好啊！耶！3D 画。虽然咱讲话是安尼啦，毋过其实咱应该算好朋友安尼。听起来就是做无熟的，毋过其实。台语无好，就听起来怪怪。你换一个语言，敢会？讲国语较。你敢会晓啥物语言无？德语。一点点德语。我袂晓，所以你讲我听无。对。袂要紧。请问你最近敢有啥物烦恼？最近的烦恼。就是
那个小熊饼干啊，无得给无成功，嘿啊，无法度给几完。啊，听讲你真正甲摕去呛迄个咖啡是无？是啊，枪咖啡真好食呢。呛咖啡，对，你有讲，我就讲我做想要食看卖。因为我原底就足爱摩卡的。先生，你在笑啥？什么意思？可是你等一下就吃。你要寄互我啊？哦，还有诶，你讲有，你是买几盒啊3盒， ？3盒啊！你前几工摇一盒尔。嘿啊，还有两盒， 2盒，这加油。哦，呵，完了你有要考我的台语无？完了，我有一些很有自信的哦，对，因为你有你专门的。我专门的，我想看买，反正你讲出来，我真正完全的甚至连迄是啥物拢毋知。木工的台语，啊，无讲毋得无讲。不是啊，你讲看卖，我无一定会晓哦。我尽量。铰链，迄是啥物物你知件？影无？装伫咧门，哦，开门要用的迄个铁做的，一个铁做的，就是零件的对。是，装伫咧门，欠你2支。这我真正毋知。这可能爱专门的，你爱问师傅，你应该问会着。是。是。阮拢讲后柳，后柳啊？你有听过无？无。这应该就是爱伫迄个师傅边啊，才会着的迄种。后柳啊。对，师傅教的。是哦，我知影即种的有足济，嘿啊，我较无即种经验，所以我真正无机会学着。后柳啊。有差着呢，真正有后柳呢。是啊。而且伊迄个书顶有写迄个伊的中文是啥？真正铰链啊。对。恭喜得到2支精华，你有啥物感想要甲大家讲无？我无感觉，无感想，没有感想。袂要紧。耶，多谢你来。你有要宣传的无？有啥物要宣传的？最近无呢。最近无好，袂要紧。多谢你介意台湾。谢谢爱台湾。耶。好，拜拜。拜拜，OK 要走了。无足后的呢，你搁送我3多1支呢？对啊，你原底毋是讲要来做OK，嘛无足后的，安尼你还加油呢？那还可以点餐吗？来，你点看卖。我要那个鸡腿三明治，但是不要皮。你是无爱啥物的皮？鸡腿的皮还是？鸡腿的皮。哦。可以吗？无皮有毛敢袂使？袂使，跟上次那个。系啊，你爱讲好清楚啊，无我哪会知？毛不行啦。无爱毛，无爱皮安尼。爱鸡腿无？爱鸡腿。骨头会使？骨头，卖骨头。卖骨头，他有人鸡腿无爱骨头。好，袂要紧。佮有啥物要求无？佮有咖啡摩卡，
不要加巧克力。迄就是普通的咖啡哦。大家摩卡就是咖啡内底有巧克力豆，你若无爱巧克力豆，就是普通的咖啡哦。但还是要巧克力味。你加 OK， 水 OK， 我要拿铁不加糖不加奶，迄就是美式。对，但还是要喝奶味。再会。再会，拜拜。拜拜，多谢你介意台湾。拜拜。拜拜。我 OK， 我挂电话啊。真正有熬，真正有熬，厉害的，专业的呢。好啦，来，搁有要开无？咱要12点啊，我差不多要无电啊，人要无电啊啦。搁有无？若无就要足紧要甲大家讲再会安尼。送鸡腿熟胖内底鸡腿是无拆骨的，毋是？对呢，对呢。对呢，通常包伫小胖内底应该是有疼呢。对啊，你拢做温柔的呢，你拢毋是真正的傲客呢。上无爱像迄个头拄仔伊讲迄个无爱掺牛奶，毋过爱有牛奶的味，安尼毋才是傲客。拿铁就是念拿铁对，就是念拿铁无毋对啊。我有看过嘛，有人伊是写，伊若介意写汉字，伊是写即两个字，号做拿铁，快乐的乐，身体的体，拿铁。啊，读起来嘛共款，甲迄个原底拿铁的声音，就基本上是共款的，所以我感觉即个发音袂歹，我有介意，所以我拢会安尼讲，就是拿铁无毋对。来，阁有人要开无？阁有人要点菜无？阁有人要倒内无？家己讨安尼，真是去食。无吼，无咱就迄个失眠阿火就要来困啊。若赶时间你要点才食好来，头拄仔点啥？足麻烦的迄个鸡腿小胖是吧？做互你cheese 鸡cheese 两饼爱100块黄金的，对，就是黄金，无内底有加，我对大家爱啊。你是当做我对大家爱足粗俗的是无？当然毋爱较贵的，大家才会珍惜啊，对无？来，摊落去啊送你的迄个小胖伫遮，你紧食咧吼。挂包吼，伊某机内底无挂包呢。伊某机内底无挂包，我要安怎互你？无互你即个美国挂包，罔食好无？伊哩，即美国挂包互你罔食。有人讲迄个汉堡甲号做美国挂包原底有想好要安怎做奥客，毋过含我讲的就袂记。好，安尼好，安尼就是你的毋对啊。敢是遮歹？敢有对来宾遮歹？哎哟，阿良欢迎你来，食早顿啊未？有食早顿，虽然即摆你要毋是20点是啥？你要12点啊？毋过嘛是有人是即个时间食早顿嘛，对无？我可能小等嘛去早顿店买我的中昼顿啦。两饼糕，你要两饼糕？你要食两饼糕？我毋知影大家拢安怎讲，有人讲两饼糕，有人讲两饼，有人讲蛋饼拢有。阮遮就是无，阮遮普通人拢嘛讲蛋饼，拢无咧讲台湾话。哎呀，已经20点啊，20点差不多就是暗时8点，无啦。阿好原本要做迄种的人客啊，毋过有诶嘛是做有礼貌的呢，有诶就是看起来够佚佗，毋过。其实讲话时阵嘛是素常应该爱有诶礼貌嘛是有诶，有诶嘛是有，有诶嘛是有是啥物？有诶嘛是安尼，所以无一定。好啦咱这恁遮是润饼才有讲交因为我确实是有知影有诶，迄个定讲台话台语文权诶朋友，有诶是讲两饼交就是因感觉这理路有通。我会讲拢就是拢听有，拢听有，
对，两饼糕我拢会使。嘿，好，哎，忝啊，安尼着先拍诶，才甲大家讲再会。你有要讲再会无？来，甲大家讲再会吼！赶大家去食中昼吼，咱这早顿店收单，大家会使去中昼顿店吼食中昼啊！好，来刘克车上，拜拜，再会！七好好阿好诶，拜拜，再会！伊利，拜拜，再会！来，个有呼噜同学，拜拜，再会！个有丹辉记，拜拜，再会！他能去阿上，拜拜，再会！阿良，拜拜，再会。对，好，拜拜。嘿，头家要来困有影，小等迄个下晡1点，搁爱录影，所以我爱紧困嘿。无啥机会通困嘿啊！无你无事上，多谢你今日有来看，头拄拢无出声哦，好，嘿好。拜拜，多谢你来，我赶紧来休息。再会，阿良再会，拜拜，后摆才来买啊。